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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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闹钟响了3次，我还在装睡。左脚右脚拿直线踏出棉被，早餐配手机刷到忘了时间啊，今天又要迟到，真的抱歉。我脑袋里住了一只懒虫，他说人生不用那么紧绷，沙发是基地，零食是弹药，躺平就是最棒的战斗。偶尔我也会觉得这样不太好，但懒虫说别烦恼，明天会开窍。好吧，那我就再信他1秒，反正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就好。闹钟响了3次，我还在装睡。左脚右脚拿直线踏出棉被，早餐配手机刷到忘了时间啊，今天又要迟到，真的抱歉。我脑袋里住了一只懒虫，他说人生不用那么紧绷，沙发是基地，零食是弹药，躺平就是最棒的战斗。偶尔我也会觉得这样不太好，但懒虫说别烦恼，明天会开窍。好吧，那我就再信他1秒，反正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就好。闹钟响了3次，我还在装睡。左脚右脚拿直线踏出棉被，早餐配手机刷到忘了时间啊，今天又要迟到，真的抱歉。我脑袋里住了一只懒虫，他说人生不用那么紧绷，沙发是基地，零食是弹药，躺平就是最棒的战斗。偶尔我也会觉得这样不太好，但懒虫说别烦恼，明天会开窍。好吧，那我就再信他1秒，反正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就好。